因为咱讲甲你赶掉去，我甲你做咱做一个，所以我就讲，我想试一下这个，我会当一个所在我接起来，然后呢，伊就安排一个叫做活龙穴，因为当时外头有起叫叫做鬼灵，迄个做的叫活龙穴，讲迄个所在。 哦，就是像我用这个所在有所在，啊，你若认为迄个所在会使，你就去，去个地处来讲，明明咱师傅跟有师啦，啊，今仔日咱要甲你请一个，咱师傅讲报起个喉咙穴，迄个喉咙穴是袂当断人呢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要来师傅，伊师傅那个讲，伊家要去呢，伊家要大只呢。 我嘛有去大只呢，当然，我到去了后，上届咧，迄个时阵，外头市乡费用有批着迄个含音，哦，这个叫自然，迄个批着出，而且讲伊就生出来，生出来看到一个青人，伊就用咩啦？用后悔，伊甲烧死着。但不得呢，去一个金桂山，真火山面，当然这个费用。 无办法，人去甲烧死就是个问题。因为费用看着我当烧死佢做了后，伊即马吐毒，你甲毒死佢了，不得去一个慈悲上面，去一个慈悲上面，那是到伊个死。啊，为了这费用无法度，这个人才闹之上，不才闹之上，你讲费用方法不得，啊，伊个。 干方法不，我得这只费用中，到我在听了，这外头伊落给，因为伊要看戏啊，看人演啊，啊，这个可能就得可能有时间放了，所以呢，伊就透早就来看，看这个电视剧，是那讲，我得这个中央上，我这只费用，啊，保护掉，我是费用叫行。 所以这个当中，无片啊，开始带5把的这个课会啊，靠会不等，所以这个时阵，我得用这个法，这是不得已这嘛是正法，这嘛是正法，这个是外道法，嘛叫做俗法，但是因为这个物件，伊我当汉方叫什么啊？这外道，哦，到了幼儿园，2个小弟。 哦，2500、200再500才开始课，哦，这个故事了，讲好，会变成讲的。啊，所以讲经过这个所在就来讲，正向的，哦，我就不搞好，我就。